主后2023年3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的宿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9章第8节。耶稣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几大阵的人缀伊。对迄时，有一个麻风病人行活来，跪落去伊的面前讲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”耶稣伸手甲伊摸，讲：“我肯互你清气。”伊的麻风病随时清气。耶稣甲伊讲：“着注意，拢毋通甲人讲，不过着去互祭司验，搁照摩西的规定献礼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”耶稣入去迦百农的时，有一个罗马军官行活来甲伊恳求，讲：“主啊，我的奴仆半身不遂，倒伫厝内非常艰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来去甲伊医治。”军官应讲：“主啊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堪得。你简单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会好。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奴仆讲你做即个，伊就去做。”耶稣听了，感觉真意外，就对遐个缀伊的人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都还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会对东对西来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伫天国坐倒。不过，遐个本来是天国的囝儿个，反倒会受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啼哭、家牙切齿。”然后耶稣对迄个军官讲：“你去，互你所信的实现。”拄拄迄时，奴仆的病就好去。耶稣入去彼得因兜，看到伊的丈母发热，倒伫眠床。耶稣摸伊的手，热提起，伊就起来侍候伊。黄昏的时，有一寡人带真侪互邪神附身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用一句话就甲邪神拢赶出去，佮医好所有的病人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，伊承受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围伫伊周围，就吩咐门徒过去学的迄边花。有一个经学教师行我来甲伊讲：“老师，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缀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狐狸有空，空中的鸟有收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”另外一个门徒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互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来缀我，互世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。”耶稣上船，伊的门徒缀伊去。忽然乌起大风涌，船煞互涌砍甲要沉落去，毋过耶稣得困。门徒去甲伊叫醒，讲：“主啊，求你哦，咱得要无命咯。”耶稣对因讲：“小信的人，恁哪遮无胆？”伊就起来，即避风甲涌，乌就静静静。遐人就惊讲：“即个是甚物款人？连风甲涌都顺服。”耶稣过去学的迄边花，到加大拉人的地区，有2个互鬼附身的人对蒙阿波出来，拄着伊，因向戒戒，
所以无人敢对迄条路经过。因忽然大声喊：上帝囝，你毋通插阮，时还未到，你就来要甲阮苦楚是无？迄时，离因有遐远的所在，有一大阵猪在讨食。鬼求耶稣讲：你若要甲阮赶出去，就找阮进入迄阵猪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去。鬼就出去，进入猪群。忽然，规群猪拢对山坪撞落去乌泥，拄死伫水内。饲猪人就逃走入去城内，将一切所发生以及互鬼附身的人所拄到的代志，拢报人知。全城人拢出来要看耶稣，因一个看到伊，就恳求伊离开因的地区。耶稣坐船过湖，转去家己的城。有人用床扛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少年人，安心，你的罪赦免啦。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心内想：这人在亵渎上帝。耶稣知因的心思，就问因：是安怎恁心内有即款歹念头？对这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，还是讲你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，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然后，伊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起来，举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迄个人就起来，转去因兜。众人看到，真着惊，归荣光互上帝，因为因有将即款权柄赐互人。听的宿望，伫武汉新冠肺炎 COVID-19 疫情期间，阅读马太福音第8章第1到第4节，特别有感受。故事一开始的场景是一大群人对着耶稣，亲像现代的粉丝、爱慕者，威胁伫明星偶像伫拥护耶稣。熊熊画面中出现一个麻风病人，这个按规定需要自我隔离、甲人群保持距离的人，竟然靠近耶稣，大声祈求医治。这超越常理的举动，吓惊到在场所有人。原本威胁耶稣身躯边的群众，自动向外散开。个个热砍喙甲鼻，用险恶的眼神怒视这个破坏清气规矩的麻风病人。因心内想讲：你哪通四界拍拍走，也毋想看家己是啥物状况？喂，阮咧享受和耶稣斗阵的好时机，你也袂晓看场合，走来遮侮害了，要害阮拢触犯洁净的规定是无？眼前这位麻风病人却违反规定，大办就直接行入人群的中间。伊毋是喝着无清气的人来咯，提醒众人爱散开，是直接穿越人群，挖近耶稣，大声喊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对眼前这位遭众人嫌恶，却用以为家己发声求助的麻风病人，耶稣伸手望伊。耶稣大概是用温柔怜悯的眼神看伊，
坚定地对伊讲：我肯互你清气。神奇的代志就发生，这位麻风病患者身上所有的症状竟然全部拢消失，得到清气了。耶稣随即吩咐伊讲：着注意，拢毋通甲人讲，不过着去互祭司验，搁照摩西的规定献礼物，通对证人证明。接续蒙卡是耶稣向前来求助的麻风病人表达连结的方式。对一个长期甲人隔离、受到真济接触蒙卡禁令的麻风病患来讲，甲人有身躯肢体的接触蒙卡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总是耶稣却主动伸手来摸伊、吸伊，表达完全接纳甲亲切的疼。就亲像伫疫情期间，尽管着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付出健康甲性命的代价，医护人员也甘愿守护病患。耶稣借着伸手接触蒙卡，将这位长期防排斥、受隔绝的麻风病人，牵引到天父上帝面前，互伊迄时就深刻经历到甲天父上帝亲密的关系。耶稣用我肯表达伊的主动、开阔的意愿，详细运用接触蒙卡的行动，强烈表达伊的疼。你是毋是愿意拍开家己的心，勇敢行向主耶稣提出你的恳求呢？默想，我的生命内面有倒一寡部分需要求主的洁净清气呢？我的生命内面有倒一寡部分需要求主的洁净清气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摸看我的心，互我感受经验你的疼。主啊，伫你面前，我要承认家己是不洁无清气的人。总是我相信你愿意互我得到洁净，恢复那达出世的纯洁无瑕疵，就亲像你蒙卡迄位麻风病人，佮对伊讲：我肯互你清气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